台南东区有一个49岁姓赵的查甫人，那像是因为找头路的代志，甲伊老爸冤家哦。结果这个查甫人煞来举刀啊，甲伊老爸毒死。针对这个案情，警方是也搁在了解。也那台南市社会局是指出讲，嫌犯因过到几两届家暴的记录，嘛表示家属若是有需要，社会局陆续会继续来提供协助。犯案了后，洗掉查甫人连同犯案的凶器，拢互警方同齐查登去警察局。这名洗掉查甫人伫23下昼3点外，因为工作问题，甲伊的爸爸冤家，竟然举刀插死家己年老的爸爸。台南市东区一处民宅发生命案，本分局员警到场发现一名男子躺于血泊之中，现场逮捕一名涉案嫌疑男子，全案依杀人罪报请台南地检署侦办，并办理司法相验工作。也毋过，洗掉查甫人犯案了后，家己报案，警方将伊带回侦讯。厝边讲49岁洗掉查甫人是赵家的大汉后生，亲像身心状况当年事业，也毋过有照时间食药啊。母亲是有失能的状况，需要他人照顾。爸仔囝两个人定因为工作问题去冤家。我有听去冤家的声，毋过2声尔，佮点面啊，点面了后，他一个囝他救护车来，我怎较开门出来甲谈。我阿娘，伊第一已经是安怎？我头也是当作是因老母的安怎？因老母的安怎无人知？因老母身体无好啊。有啦，拢有熟悉。老爸是做人做好。做好。之前就有一些偶发的家暴，就照见之后，就平时人都很好啊。对此，台南市社会局讲，洗掉查甫人过去捌有几啊摆的家暴记录，社工也捌提供关怀服务。后来因为无服务意愿停止服务，最近几年也无家暴通报记录，后续社会局会整合协助。那后续的部分，如果照顾家属有长期照顾的需求的话，社会局的社工会持续关怀，那提供相关的照顾资源及协助。社会局呼吁民众若拄到家庭暴力危机冲突的状况，第一时间一定要回避冲突，设法离开现场，完抢证据了后再来讨论。降低受伤风险，搁卡113也是110专线寻求协助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